聞唔聞到有啲味啊？係咩味啊？嗰邊啊！劉先生，快啲出嚟啊！發生咗啲咩事啊？你啲麵包燶晒啦！點會咁㗎？哦，原來係個時間掣壞咗，搞到啲麵包焗燶晒。個時間掣壞咗，咁咪唔知啲麵包幾時焗好咯，真係麻煩啦。狗先生，你唔使擔心，我呢度有個計時器，你攞去用住先啦。如果你想焗10分鐘，咁就隔10分鐘嗰個位置，夠鐘就會響嚟提醒你噶啦。響聲就係咁嘅。呢個計時器都啱用，不過我個焗爐要一次過焗麵包同焗蛋糕，慳翻啲電費啊嘛。但係焗麵包同焗蛋糕嘅時間又唔同喎，時間掣就得一個，咁點算啊？有辦法啦！你話俾我聽，焗蛋糕要幾多時間，同埋焗麵包要幾多時間先啦？焗麵包就要12分鐘，而焗蛋糕就要25分鐘。等我計下焗蛋糕嘅時間比焗麵包嘅時間多幾多先？25減12，5減2等於3，2減1就等於1，即係話焗蛋糕嘅時間比焗麵包嘅時間多咗13分鐘。你將麵包同蛋糕一齊放入爐度，先將計時器校12分鐘，然後開始焗。當計時器響咗嗰陣，麵包就焗好啦。將麵包攞出嚟，再將計時器校13分鐘，然後繼續焗，到計時器再響，蛋糕咪有焗好咯。哇，侯先生你好聰明啊！各位同學，侯先生唔單止聰明，計減數都好叻添。冇錯啦，計減數首先要對位寫出直式，即係話個位對個位，10位對10位，然後先將個位數字相減，再將10位數字相減，咁就記到條減數啦。喺日常生活裏邊，我哋好多時都會遇到計減數嘅情形。大家睇下以下嘅例子，順便又練習下計減數啦。呢個維修中心採用咗攞籌輪候嘅制度，等候服務嘅人係要先攞籌，等到指示燈出現自己嘅籌號，就可以前去櫃位啦。呢個人攞到58號籌，而家輪到服務嘅號碼係32號。各位同學，你哋知唔知道要再叫幾多個號碼先至輪到佢呢？將58減去32，就知道再叫幾多個號碼啦。寫成直式，8減2得6，5減3得2，答案係26。要再叫26個號碼先至到佢喎，真係有排等咯。票號 A58，請到10號櫃位。唔收你去啦，老闆。唔該晒，要俾幾多錢啊？係喎，睇張單先。個爐有保養嘅，收你零件費38蚊啦。呢度50蚊，唔該晒。咦，我得啲10蚊紙啫喎，找唔到俾你喎。我就係得啲帶子同埋2同1蚊啫噃，2同1蚊。咦，有辦法喎！我先同你換咗張50蚊，成為5張10蚊。然之後將呢10蚊換成1同1蚊，
我收你38蚊，拎咗你8個1蚊先，剩低返2蚊，再拎你3張10蚊，剩低返1張10蚊，咁剩低返嘅呢12蚊就係找返俾你嘅錢啦。唔該晒師傅，唔該晒老細，拜拜。狗先生，你個爐都咁舊咯，不如換個部新嘅啦。既然換爐，不如將成條美食街裝飾一下，換個新形出嚟。好啊！好嘢！各位同學，剛才個修理員找錢俾狗先生嘅做法，就係等於計咗一條減數咁，50減38等於12。我哋睇下點樣用直式計呢條減數啊！先減個位，0減8，唔夠減喎，點算呢？記唔記得修理員將5張10蚊紙換成4張10蚊紙同10個1蚊啊？喺直式度，我哋一樣可以將10位嘅5變成4，同時個位加上10，即係將5個10變成4個10，同埋10個1。咁樣喺個位10減8等於2，喺10位4減3等於1，答案等於12。又咁睇到，當個位上嘅數唔夠減，我哋就可以由10位退1到個位變成10，咁就夠減啦。呢種就係退位減法啦。我哋再計算另一條退位減法啊。3唔夠減5，咁點做呢？冇錯啦，由10位嘅7退1到個位變成10，10位剩返6，個位嘅3加埋退過嚟嘅10，總共係13。13減5等於8，咁10位剩返嘅6減4等於2，所以答案等於28啦。仲有啊，計個位減個位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先用退過嚟嘅10減5，然後再加原本嘅3，咁一樣計到8，係咪簡單啲呢？